镜头锁等来台湾，花是好新闻。去年的10月，台东一户人家火烧厝，当时一对老翁婆无顾到危险，冲入去火场要来解救拄啊满月孙仔，家在3个人拢平安。但是厝烧去了，若无重建，都要甲土地兴复国有财产局。也毋过老翁婆根本都无其他起厝，由这个记者组成的救助团，大家出钱出力帮忙买建材，要帮老夫妻重建家园。 阿嬷真紧张，抱倒啊满月声音，冲向救护车，救护人员赶紧替伊进行急救，而且送到病院。好在在这英利伫家护病房住1礼拜后平安出院。这是去年台东这间面体发生火警，这厝烧甲拢变形去。不过这块地是国有财产局的承租地，若是无电起咧，就爱停。住伫这个所在老阿母平常时是做线工，后生坐家，搁爱帮忙请养2个孙仔。 根本无钱会当重建家园，还没烧到，没有那么严重，才可以睡这里。一家伙仔只会当困伫这间为会当遮风避雨房间，厝境4人同情。好在在这个时阵有一群人知这消息，决定要伸出援手。 拢是徛伫第一线报道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的记者，知消息了后组成救助团，大家出钱出力，无到1天的时间，就要重建所需要建材，无就到位，所以就要进行施工。因为大家热情的帮助，因非常感动。感谢你们帮我这么多了。 一块一块红砖啊，重新建立家园，嘛因为这款的行动，互人看到台湾社会处处充满温暖。